闽南语连续剧。大你真是啊？安怎？感觉安怎？你来咧哭啦？啊！你敢知影你安离到出走安尼，阮大家偌烦恼咧。啊，美观安这几工啊安尼，干那哭拢唔食饭啦。啊，你万不能伫外口哦闹这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啊外口歹人遐多，啊你看我要安怎啦？好兄，过年转来就好啊，莫搁讲啊啦。无啦。好兄，你先带美观去休困啦。好，美观，安尼看。 婚姻，莫哭啊啦！都亲像阿芬遐讲的，你一走出去，若是有一个三长两短，我的良心会一世人袂得过。婚姐啊，我拄则讲要望着你甲阿芬遐结婚，你甲阿芬遐美观。 三个老人亲像一家伙啊！我的姐，那敢若是一个活人。我若是老了啦，只有加艰苦的。芬姨，你想伤济啊啦！我甲后兄拢毋是迄种人。啊，后兄，伊既然要娶你啊，伊就对你负起责任。 若是我对男女的感情早就看破，更加无可能对阿好兄有啥物想法。梅姐，你讲看破是啥物意思？芬姨，你若想要知影，我就讲互你听，讲出来。 你嘛比较较安心，无毋对。伫我的心肝内，一直有一个查某人，迄个人，毋是阿好兄，伊就是甲你、甲美观救回大家，迄个头家，陈建昌。陈建昌，你是讲？ 陈家的头家，莫怪我伫陈家的时阵，都捌听陈家的头家娘有讲到你的名。原来你甲陈家真正有牵连哦。我对阿好兄已经足侪年啊，老实讲。 阿好兄嘛，毋知有几落摆爱我嫁互伊，也毋过我知影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甲陈建昌放回去，而且我甲伊已经有囡仔，咱爸爸是查某人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了解。 都亲像你同款，你一旦认定阿好兄是你的查某人，你就永永远远注定会失去伊。梅姐，既然你遐尔爱陈大哥，你为什么袂去找伊？我袂用去找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已经有某啊。 我若是去找伊，我就是一个第三者。文姐啊，你到即摆要你等陈大哥，伊敢
知影，伊唔知影，那你的囝咧？一直在等到。你敢拢袂想伊？我想，也不过，我袂去看伊，我袂去找伊，更加袂去介绍你。为什么？我若是去介绍你，伊就会。婚姻，你敢会当了解？你明明知影家己囝伫倒位，煞袂用去介绍你的痛苦。我有几落摆，真正活袂落去。若不是我好兄，我已经无伫这个世上。后兄，伊是唯一会当甲我斗相共的人。我哪有可能去害伊，戆戆等我一世人？我当然希望，伊会当找一个伊心爱的人，会当快快乐乐。该过一世人，迄个人就是你。而且，要讲你嘛知影，阿虎兄根本就无可能将你放袂记你。芬妮，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阿虎兄。嘛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只要你好好对待伊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伊一定会将我放袂起来。我嘛一定会叫伊将我放袂起来。文英姐啊，我若甲阿虎兄结婚，啊你咧？你敢要一世人等断度过我？婚。我即马要等的人，毋是陈建昌，是我的囝。姑娘，大妈，婚礼心情较好无？啊？姑娘，他是安怎啦？阿虎兄，答应我，娶婚礼。阿虎兄，就算讲我求你，你要好好对待伊，好好对待伊一世人。文英啊，阿虎兄，你听我讲，敢讲你忍心看一个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逐天为你流目屎，为你离家出走？敢讲你袂烦恼，伊有一天会为你死？阿虎兄，我会照顾你上清楚。敢讲你希望婚姻跟我同款，过到遐尔痛苦？阿虎兄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搁等我无代替你等，我无代替你对我好。你应该好好对待婚姻，伊才是你一世人代你疼惜的查某人。答应我。
只遐尔可怜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甲斗相共。约束不敢放袂记。恁起床啊？来啊，阿母甲你洗手面。啊，早顿吼，阿母拢传好啊哦。啊，较等咱若食饱，阿母才带恁来好好读册，好无？头家娘，这个工课我来做就好啊，你也拢做好啊？是毋是我今仔伤晚起床，还是你嫌我做了无够好？毋是啦，阿妹，你做得真好。我想吼，这两个囡仔以后我家己来带啦。啊？阿母，你是毋是破病啊？阿母，你想要安尼做？这中这里，来，恁过来，过来啊！你免惊啦，阿母吼，以后袂阁拍你，袂阁骂你啊！我要互恁知影，我是一个好阿母。阿母，你敢阁会欺负我爸？袂啦，从今日开始，咱一家伙仔吼，拢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好无？你乖，喂，阿姨，你起来哦。啊，你抓倒会晓的，我甲菜头我烧互你食。哎，旅馆，唔免啦，阿姨袂晓啦。啊，好食咧，啊，好食去找工课啊。啊，文英阿姨咧，文英阿姨去买菜。旅馆啊，阿姨即摆有淡薄代志要出去，你一下仔跟我去厝的哦。你要去倒？我去蛋甲，你去蛋糕要创啥？找蛋甲阿伯啊，你会记得无？哦，是伊哦。啊，你找伊要创啥？我要来讲关于文英阿姨的代志啊。文英阿姨的啥物代志？啊都，哎呀，美娟啊，你即摆搁细汉，你搁毋捌啦，等下摆大汉你就知影。阿姨即摆要出来哦，你要乖乖伫厝的。好。靠啥？啊，你生理遮尔啊无闲，哪有时间通来咧？保证，看你花头迄面，这间店生意一定袂歹，互你趁袂少吼。靠啥？这吼拢是爱碰你福气啦。若毋是你将地契摕互我，我要哪法通趁这钱啊？保证，莫遮尔啊客气，咱是好朋友，好朋友来互相斗相共。你替我做代志，我若无你一点仔报答，安尼就是我的失礼。靠啥？你就是做人遮尔啊好，无怪吼朋友会遮尔啊济啦。嫌日本人嘛听你的啊。哎，姑娘，啊你要走倒？我要来蛋甲，你蛋糕？你要蛋糕啥？找陈建昌啊！你是啥代志？我要甲讲吼，到即摆还有一个人咧等伊。啊？啊你？啊好兄啊，文姐拢已经甲我讲啊，我一定爱来找伊。哎，袂用你啦，你袂用去找伊啦。为什么？这我喊你这你唔捌啦，哎，等下再讲啦，等下再讲，等下你就袂用去找就对啦。靠啥？因两个咧讲陈建昌，因讲陈建昌，敢是陈家头家咧？保证，有一件代志我会阁麻烦你啊。靠啥？有啥物代志你讲？无问题，我即摆随来去。入来。建昌啊，保证派人送一条批来，讲要互你啦。确定啦。即摆恁若会无甲批拆开，我会记较早，你拢会检查我的批，看内底咧写啥。建昌，我袂搁再拆你的批啊！我相信你，以后我要做一个好家后、好老母，请你给我这个机会。你，
心爱的人。来，我来讲，你踮你家己的房间困，食饭的时间我才甲你叫，你啥物拢免想，吼。后爷，好啦，啥物拢免想啊，免遐搞吵完啦。后爷，我来讲，我无希望吼，我后摆娶的吼是一个破皮家啊。好啦，我伫外口装几工啊吼，我规身躯臭汗酸味，我要来选躯啊。欢迎。宝姐，你来者，我来者要来讲。有啥物代志？你毋是要找陈家头家？是啊，陈家头家哦，拄好有代志嘛要找你呢。你找我，有啥物代志？来去你就知啦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出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行情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出上。虽然你无伫阮身边，约束不敢放袂记。宝姐叫我你遮等大哥，那遮久啊袂来啦。等大哥。哪无人？阿好兄，暗顿准备好啊，下去叫婚宴出来食饭。哦，好。欢迎啊，欢迎啊，食饭哦。欢迎啊。欢迎，欢迎，哎呦，阿好兄，婚宴咧。婚礼无去啊。阿好兄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我要去陈家食婚礼啦。陈家，婚宴哪去陈家？赶快去找陈景秋。